来看台中的消息，台中铁路高计划，台中市政府为108年底启动5位地下道屯平工程，最后一个国公路地下道伫去年11月中提早完工，新开放国公路甲建国南北路3线通车，这个屯平总经费差不多是1亿1千万。这个讲市长出席完工祈福典礼，联合人士拢真欢喜。 庆祝铁路高计划，台中市上尾一个国公路地下道天平工程完工，和都市进入新的里程碑。台中不一样，因为5座地下道都已经填平，今天这个是最后的一座，也是最大的一座哈。那我们会继续的加强建设。时间规定，除了维持交通，各面对刷天然气增压站，阁有拆掉建国南北路桥等等的时间困难。 即马顺利开放国公路和建国南北路3线通车，时间品质嘛得到劳动部金满奖的肯定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够解决水患，把我们这边的一个区域发展，我们的土地提高它的利用价值，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建设。哦，对我们里长每一位都非常的雀跃。 完工了后，唔但改变都市景观，嘛解决路段过去饮水问题，和市区的交通路网更加完善。